今次預算案推出咗一系列嘅支援措施，例如長者嘅長生津同埋生果金，以及基層嘅綜援都多發1個月，同時上調咗個人免稅額、供養父母同埋子女嘅免稅額，希望中產、長者同埋基層朋友都能夠有所受惠。呢一張支票金額係220億，相比去年嘅78億，增加咗1.8倍。我哋考慮到過去幾年呢，就住一啲唔同嘅免稅額冇調整過，咁所以今年呢，喺諮詢期裏面，我哋聽咗唔少意見，咁就今次就提升咗大概10%咁啦。喺衡量點樣去調整嘅免稅額嘅時候咧，都做咗充分嘅考慮嘅。我哋覺得現今呢一個做法咧，其實比較簡單，亦都容易明白。而同時間咧，當我哋上調咗個子女免稅額咧，其實以後嘅報稅年度咧都同樣適用嘅。咁所以大家所慳到嘅錢，其實喺未來呢幾年咧都仍然係繼續生效嘅。今次咧，你見我哋喺呢一個免稅額嗰度咧增加，亦都增加供養父母啊仔女嘅免稅額咧，其實可以咁講咧，基本上所有打工仔都受惠嘅。咁咧就個受惠範圍亦都比較廣闊。咁我哋覺得咧喺過去呢幾年大家都一路打拼，我哋展望嚟緊個經濟咧都係穩中向好。雖然我哋要審慎咧，因為畢竟外圍嘅環境好複雜。咁喺呢度咧，喺力所能及嘅範圍之內，都盡量支持我哋社會上除咗基層嘅朋友，剛才講話綜援之外，中產嘅朋友，我哋都盡我哋嘅能力，一個合適嘅情況之下嚟到有所回應咁樣。